歡迎收睇《薪火相傳》，我係陳志君。柴米油鹽醬醋茶，中國飲食文化入面，醬醋可以話係相當重要嘅一環。喺香港仍然有唔少嘅醬園每日喺度釀製醬料。今集嘅嘉賓伍尚君就嚟自一個家傳戶曉嘅醬醋品牌。作為集團嘅第三代工程師轉行去到執掌醬園業務，佢點樣睇身份上面嘅轉變呢？集團喺佢嘅帶領之下又有啲乜嘢改變呢？雞蛋、豬手、薑，最重要嘅就係要加埋甜醋。一煲豬腳薑製作過程繁複，醋要反覆煲煮多次，每一樣都係功夫。豬腳薑係廣東婦女產後坐月滋補嘅傳統食品，有一啲人會預先半年已經開始煲定。到而家，好多人一諗到甜醋，都會諗起呢一首廣告歌。八珍而家已經傳到第三代，除咗釀醋，都有直接賣豬腳薑。我哋當初都係本着個宗旨咧，就係比較多元化啲。醋咧係一個我哋叫 single product company 咧，所以我開始咧就十年前咧已經開始咧做埋豬腳薑。有一部分咧嗰啲顧客嘅要求，而家社會環境開始轉啦。家庭咧就一般咧都係一兩個小朋友，咁變咗咧以前喺屋企度奶奶啊或者係婆婆啊做豬腳薑嘅機會係少咗啦，做豬腳薑嘅程序亦都比較複雜一啲啦，變咗咧20幾年前咧，咁我哋開始咧有咗顧客咧要求我哋幫佢哋做豬腳薑啦，咁佢又可以大批啲做。然後就可以送俾啲親友啊，做一種生 BB 禮品啦。漸漸咧就呢個嘅 trading practice 咧，就我哋開始發展咯，高咗啲啦。伍錦康5年之前退休，將八珍交俾個仔 Trevor 伍尚君，意味住集團正式傳到第三代。基本上86年前，八珍嘅創辦人伍偉森跟住做廚師嘅爸爸由內地嚟到香港。後來創業做醬油，喺1932年創立八珍。呢個名取自四書五經之中百醬八珍一詞。呢個佢就好都冇乜，即係好少機會同我哋分享啊。話佢12、13歲啦，就跟住我阿爺就帶埋佢出嚟喺一間應該係，據我所知係應該西環街市度。幫一個大型嘅攤販咧，做幫手啦。我諗佢20歲左右，咁佢就覺得咧自己又儲咗少少本錢啦。喺當時，若果一個冇乜特別專業嘅，就想即係自己創小業咧，我諗佢認為咧食品係一個民生必要嘅嘢啦，咁係有機會係可以做得比較好成績出嚟啦。我諗佢當時係即係個諗法係咁樣樣啦。就咁樣，八珍嘅第一間鋪頭就喺旺角水渠道開業。呢個係我啦，係當時應該我大概係5、6歲到啦，喺個啲豉油缸度啊，捉伊恩啊嗰啲咁啦，喺細路仔玩㗎啦，踩單車啊，間中推啲木頭車啊，撞爛幾個缸咁啦。伍錦康話：細個成日都喺鋪頭度玩，有時都會同爸爸去醬園。不過對集團實際運作了解唔深，其後佢一路向工程師嘅方向發展，去外國讀書同工作。近60歲，將近退休之齡，先返到集團接手。佢話呢一個都係意料之外。我71年翻嚟香港嘅，84、89好多兄弟姊妹都想去離開香港移民啦，咁啊為咗剩翻得幾個喺度，咁我爸爸啱嗰陣時又過咗身啊，變咗就決定又我諗住我哋都可以 take up 呢個 challenge， 保存翻呢個家族生意啦。我當時嘅主要嘅目的，你而家再諗翻咧，呢個只不過我哋嘅 transition， 即係我哋一個 transition manager， 或者一個 transition manager。當時我都唔打算會做咗10幾年嘅，不過慢慢做咗又做咗10幾年，到今日退休啦。
我都唔記得咗啦。工程師出身之後，翻屋企接手家族醬園事業。爸爸行嘅呢一條路，幾十年之後到個仔 Trevor 再行一次。首先佢就冇話想我翻嚟嘅，佢問我會唔會有興趣翻嚟，即係佢主要都係俾翻我自己作出呢個決定咯，睇我自己有冇呢個興趣，有冇呢個熱誠去營運呢盤生意咯。咁呢個又好快決定咗嘅，其實係有嘅。呢盤咁特別嘅家族生意，咁我覺得係非常之有意義㗎咯。咁啊最後都決定咗翻嚟。同爸爸一樣 Trevor 本身係工程師，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讀機械工程系博士畢業，之後喺香港工作。其中一個參與嘅項目就係九龍灣呢一個零碳天地。真係好高興嘅，嗰陣時我哋贏咗呢個 project，即係香港第一座零碳建築啊嘛。咁同埋比較特別啲咯。咁你見外國好多嘅零碳建築都係可能係一啲天氣比較溫和啊，就算天氣比較嚴峻啲，都係講緊嗰啲比較凍啲嘅天氣啊。咁好少咧，就喺亞熱帶地區有零碳建築噶咯。首先嘗試下點樣喺一個比較又濕又熱嘅環境之下起一座零碳建築。咁另外一個挑戰咧，就係香港咧就係一個好高密度嘅城市嘅。雖然零碳天地呢度有一個小公園啦，但係圍住咧都係啲好高樓嘅大廈。咁點樣喺呢啲咁嘅環境之下做零碳咧，都係另外一個挑戰嚟嘅咯。我哋考慮過呢個區域嘅風向嘅咯，咁咧就會經過呢個綠化嘅區域咧，跟住之後咧就走入去個大廈入邊嘅咯。一來有啲樹蔭啦，二來佢透過嗰啲植物入邊嘅水分嘅蒸發咧，亦都會將個溫度降低嘅。咁另外考慮就係個太陽啦。咁有某部分嘅能源咧喺呢座大廈咧係由太陽能板供應嘅。咁我哋要揀一個位置咧，喺呢個好高密度、周圍都係高樓大廈嘅地方之下咧，都可以有足夠嘅日光嘅位置嚟擺啲太陽能板㗎咯。除咗太陽能之外咧，我哋一定要考慮其他嘅可再生能源嘅發電嘅模式㗎咯。咁我哋就選擇咗生物柴油。大學嘅時候修讀流體學，對飛機引擎亦都有研究。呢個專長喺呢度就可以大派用場。除咗建築物嘅物料、外形以及附近綠化方面要計算好，內部嘅裝置亦都要有所配合。Trevor 喺呢度就引入咗呢一種高風量低轉速風扇，比一般嘅風扇安靜，吹出嚟嘅風都較為平均。即係唔同普通一把牛角扇咁，可能好大風吹住一個位，咁另外一個位就唔涼。咁呢啲風扇咧就可以好平均咁將成間房吹涼佢。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嘅設計就係仿照啲飛機嘅翼啊。咁佢喺個每一把扇葉嘅尾度咧有個擾流嘅，咁令到嗰把風扇就冇咁嘈嘅咯。咁喺呢啲工作環境之下就舒服啲咯。由工程師變醬園話事人，佢同爸爸一樣，唔單止只係計住盤數同監控產品，亦都將自己喺工程學上面嘅知識應用喺工廠入面。因為我哋煮好多食物啦，咁有陣時啲食物咧需要推咗出嚟咧，需要高速冷卻嘅。咁樣如果你擺落一個雪櫃度，咁樣好熱嘅嘢擺落雪櫃度，咁個雪櫃係會焫，佢會壞噶嘛，同埋會嘥好多能源噶咯。咁如果我哋將頭一個步驟用呢啲風扇嚟將佢降溫咧，我哋發現係個效果非常之好噶咯。另外，佢亦嘗試將天台曬醬缸嘅地方都擺太陽能板，咁但係就遇到唔少問題。達到啲乜嘢目標啊？有兩個目標嘅，一來就係產能啦，二來咧就係我哋會同埋我哋嘅發酵嘅缸啊融埋一齊嘅。咁有啲地方咧係需要太陽嘅熱力，但係唔想直接俾啲紫外光曬到嘅。咁嗰啲缸咧，我哋就會擺喺太陽能板下邊咯。最大都仍然係嗰個 cost 啦。雖然塊太陽能板越嚟越平，但係佢下邊嘅支架啊，同埋佢嗰個建築成本啊，都仍然仲係好貴咯。生產線上面同樣見到兩代工程師嘅設計。熱回收系統係我爸爸設計嘅，不過之後我哋有啲改裝咁嘅就係我設計到。我哋係喺啲醋嘅爐上邊咧就會裝咗熱回收。不過有個難處喺度咧，就係呢啲蒸氣啊，因為係煲醋飛出嚟嘅蒸氣啊，酸度係非常之高嘅，咁個腐蝕性亦都好犀利嘅。呢個熱回收系統嗰個精髓所在就係點樣設計一個可以抵受到呢啲咁嘅高腐蝕性嘅蒸氣，而可以好有效率咁回收到個熱翻嚟咯。利用自己嘅專業提升廠房嘅能源效益，固然可以幫公司慳到錢。
不過講到底，生產醬料先至係營運呢盤生意嘅關鍵。工程師變生意人 ，Trevor 點適應呢一個轉變呢？下一節再講。揀蠔殼、剝豆衣、絲瑤柱，呢一度係八珍位於將軍澳嘅廠房。好多樽醬油由原材料到銷售，背後嘅工序到而家都要人手製作。其實每一個工序我哋都細心研究過嘅。你會見到有啲地方真係好需要人手嘅。我哋暫時真係諗唔到一個適合嘅機器去 replace 佢，或者就算有機器，佢做出嚟嘅質量係冇咁好嘅。為咗保持質素，都唔會為咗催谷產量走捷徑。呢一份堅持貫徹喺唔同產品嘅生產上面。呢一批靚好多啊！豆經過發酵製造成醬油，呢一種技術早喺東漢已經有相關記載。呢一種幾千年嘅傳統同智慧一直流傳到而家。同農夫一樣，播種有時，栽種有時。經營醬園同樣要跟節氣行事，一樣都係望天打卦。譬如好似曬豉油咁樣，咁我哋係用一種好傳統嘅方法去曬嘅。我哋會循住個季節去做唔同嘅工序啦。春天就開始我哋叫做發曲啊，將啲毛菌種喺啲黃豆上邊。夏天咧就會加入鹽水，拎去天台度咁樣曬製嘅。咁秋天咧開始天氣乾爽啦，佢慢慢揮發啦。咁到某個時候咧，我哋就會將啲豉油啊收成翻嚟咯。咁叫做春曲夏醬秋油。咁呢個係好傳統嘅方法，我相信喺中國1000年嚟都係咁樣做噶啦。咁呢個我哋冇乜點改變咯。落雨掂到水就成缸都唔要得。不過佢就話咁樣生曬過嘅豉油味道會比較有層次。除咗睇住會唔會落雨，做醬油、釀醋好多時都要經過發酵，過程之中溫度係好重要嘅因素。近年天氣越嚟越熱，都影響佢哋嘅生產流程。醋酸菌啊，即係將酒變做醋嗰隻菌，同埋釀豉油嗰啲菌咧，都比較中意暖啲嘅天氣，但係亦都有個限度嘅咯。如果過咗個限度，嗰啲豉油會太過酸，啲醋酸菌會反而唔夠酸，咁樣即係我哋亦都要留意住呢啲咁嘅唔同嘅，即係好細微嘅變化，但係對於我哋最後出嚟嘅產品係好大影響嘅咯。每一缸醋、每一樽豉油，背後都係要經過連鎖化學反應先至可以釀製而成。佢哋就喺廠房整咗間實驗室，時刻監察住產品發酵嘅過程。所以就係要不斷做呢啲測試，咁去 monitor 住咯。即係一見到可能有啲問題，咁就已經要即刻去解救。醋嗰啲冇得翻轉頭，因為醋有陣時你發過咗籠，啲醋酸菌會開始食翻啲醋咯，會。即係佢本來一路喺度食酒精，咁將啲酒精變做醋。如果養得唔好，佢會反而食翻嗰啲自己製造出嚟嘅醋，跟住將佢變翻做水嘅咯。做醬、釀醋，基本上中間嘅過程都係大自然喺度工作，要急都急唔嚟。中式釀醋方法一年一做，口味會比較純一啲。意大利釀黑醋嘅方法就比較有層次。5年前 Trevor 一返到公司就已經部署一個長達幾十年嘅實驗。呢一個實驗我嚟咗5年，咁啱啱有一個5年嘅陳化實驗咧，就係有5缸。我哋用咗5年嘅陳醋之後咧，就由4年嗰個溝落去，3年嗰個添翻落去4年嗰個，2年添翻落去3年，1年添翻落去2年嗰個，咁樣不斷 top up 翻佢咯。咁永遠就喺第5年嗰個抽出啲醋出嚟嘅。諗住最低限度都要玩15年先可以做到一個成熟嘅 product 出嚟嘅咯。咁你講緊真係要做到好高質素，好似意大利嗰啲咁嘅陳醋嘅時候咧，可能真係30至50年㗎。而家集團都有網上銷售同少量超市上架，不過要幫襯最主要嘅方法都係要去門市。我哋覺得自己係用好多心機去釀呢啲醬料嘅。咁如果你就咁擺喺一個超市貨架度，咁樣隔離可能係啲好大嘅品牌，或者係啲價錢平啲嘅品牌，咁樣
個客戶未必去真係唔會知道我哋擺咗幾多心機落呢樽醬度㗎咯。而家集團生產嘅醬料接近100款，每一種都堅持古法製造，每一做嘅產量都有限。生產嘅產品越多，要管理嘅難度就越大。不過 Trevor 話，每一種醬都有唔同嘅捧場客，佢哋會盡可能維持生產，唔會只係集中做好賣同好賺嘅產品。而家我哋係多咗好多產品啦，同埋每一隻產品都好有佢嘅季節性嘅，即係譬如啲薑啊，唔同季節有唔同嘅薑，譬如青梅啊，每年某段時間先至有。咁首先我哋要每一年都要一早 plan 好晒嗰年要做啲乜嘢咯，跟住每個季節，即係每一次我哋只不過係整200-300樽，雖然可能200-300樽係3-4個月喺一個時限之內會賣晒，咁但係即係個產量一定唔會高㗎咯。咁但係即係都繼續有個新鮮感喺度，咁每個季節我哋整啲唔同嘅醬料出嚟，咁啲顧客嚟到咁都可以試到啲唔同嘅味道咯。集團嘅第一間鋪頭喺旺角，後來呢一間嘅旗艦店亦都已經開咗52年。呢一度除咗係做生意嘅地方，亦都係 Trevor 細個開始接觸家族業務嘅場地。以前我學校喺呢度隔離嘅啫，咁就算而家我兒生都係讀緊我以前間學校，咁佢哋成日放咗學都嚟呢度搗亂嘅。有冇寫低客人要幾多個蘿蔔糕？有冇偷食胡蝦？ Trevor 呢一日帶咗2個兒生仔踢波，佢話2個小朋友年紀仲細，不過都有間中同佢哋返醬園了解運作。點樣講啊？即係介紹下我哋各種唔同嘅釀造方法啦，好多非常之人工嘅釀造，咁佢哋都好有興趣咯。見到啲人慢慢喺度撕啲乾瑤柱啊，將嗰啲菜啊慢慢咁樣切碎佢啊，咁樣係啊。佢有冇幫手啊？佢哋有幫手嘅，係啊。Trevor 話自己細個都好中意踢波，亦都喺當中學到做人嘅道理。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踢波嘅，咁細個睇足球小將開始，一路踢到而家，咁同埋即係足球對於我嚟講係好有意義嘅咯。咁我好彩啦，即係有啲都有好多即係以前嘅球星，我都有教過我踢波嘅。即係最深刻印象就係譚 Sir 啊，譚少偉啦，佢就同我講話，即係雖然我唔係啲咩頂尖運動員，但係踢波都可以認真咁樣去做咯。即係對於自己有個要求，先至會有意義。咁我覺得即係對於即係就算我工作嚟講，即係都好有道理㗎呢番説話。即係雖然我哋公司唔係話咩大牌子、大機構，咁但係我哋係一個家庭式醬園，係做嘅街坊生意。咁但係都可以盡力去做，先至有意義咯。做每件事都認真對待，無論係踢波、做工程師，抑還是係返醬園工作，佢都係拎住同樣嘅宗旨。Trevor 話：無論係做邊個崗位，佢享受嘅係同社會緊密聯繫嘅感覺。都好 enjoy 嘅，做工程師嘅時候，我估最 enjoy 嘅就係覺得好多我哋嘅工作啊，都係圍繞住我哋每天社會見到嘅建築物，咁好似零碳天地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商廈啊、政府嘅 buildings 啊，咁你會覺得你係即係直接參與緊個社會咯。咁我覺得嗰樣嘢係令我最中意做工程嘅嘢，亦都係我點解翻嚟其中一個決定啦，就係覺得今次我唔係起樓啦，我係衣食住行。今次我做食啦，雖然我係入咗一個唔同嘅行業啊，但係我都係直接參與緊社會咯。一個超過半世紀嘅醬園，2代人出奇地相似嘅軌跡。伍錦康認為交棒嘅心得重點在於要放手，等個仔自己學習。我哋都做咗咁耐啦，都係咁樣慢慢由唔識學到識嘅，咁你自己都應該一樣可以得嘅，係咁又望子成龍嘅話，我只不過希望佢自己 personally 可以套用咩啊《三字經》最後嗰句啊嘛，光於前，誰於後。守住家業嘅同時，守住嘅同樣係傳統嘅味道，唔以盈利為最大目標，亦都冇急進嘅擴張野心。呢一種近乎匠人精神嘅經營模式
同香港呢個商業掛帥嘅地方好似有啲格格不入，但係就令佢哋可以更專心咁樣做醬園嘅工作。差唔多去到我自己開始做嘢嘅時候啦，咁我就開始覺得，咦，我哋公司其實係會有啲唔同嘅咯，比起其他公司。即係我自己去做嘢，咁我發現原來爺爺呢間公司，即係除咗佢成立呢間公司啊，除咗為咗賺錢之外咧，佢都係會想公司有個意義喺度咯。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會問我會有咩大計啊，我其實好怕人問我有咩大計嘅，因為其實老實講，我係大計真係冇乜，我只不過希望做到即係公司做到我爺爺成立呢間公司嘅意義喺度咯，就係釀最靚嘅醋出嚟啫嘛。如果釀最靚嘅醋只係可以做到某個產量嘅，咁我就寧願留住喺嗰個產量度咯。